對白俾我講㗎？你即係冇㗎，我哋平時講對白番茄炒蛋飯，演鬧交嘅。你唔係都想演嘅咩Don't Wanna Fall in Love Again 係 I'm Sorry 嘅續集，都係同一段時期寫嘅。呢首歌係講緊一段關係熱戀期過後去到厭倦期，兩個人經常冷戰，最後終於分開咗，會懷念過去種種嘅美好回憶，當刻已經係對愛情失去咗憧憬，心裏邊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再陷入呢一個循環，去到最後結果都係一樣，大概係呢一種心態係會比較傷感少少嘅，比起第一隻歌。點解好心情啊？撞佢，好，你唔走啦？你叫我嚟嘅喎，你而家叫我走，玩嘢。喂，OK 嘅，唔會聲。 3、2、1，去，要 keep 住攬下啦，唔介意可以 keep 住攬下，攬多陣。一開始度呢個劇本嘅時候，主要係想以眼神、肢體語言為主嘅，導演覺得必須要有一啲激烈爭吵嘅畫面，會更加好睇。Action！喺做編曲同埋錄吉他嘅過程之中，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設計個音色同埋彈奏嘅方法。喺每個段落，你會聽得出佢個情緒係唔一樣，然後情感係非常之豐富。嗰陣時候係連續2晚去吉他手屋企嗰度一齊錄個吉他，真係每次返到屋企攤喺張床嗰度時候，已經天光。Lil Rocky 其實係我同學嚟嘅，我記得係啱啱開學嘅時候，課堂完結咗，佢就走過嚟同我講話，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一齊合作。呢首歌嘅歌詞寫到去最後一段，我一邊構思緊個故事情節要點樣發展嘅時候，我就諗起佢。我覺得如果嗰一個段落有一把男聲以男性嘅角度去出發嘅話，係會令到成個故事會更加完整。我就打電話俾佢 send demo 俾佢聽，然後同佢講解呢隻歌嘅故事內容究竟係講緊啲乜嘢。佢好爽快就應承咗。佢聽完呢個故事，佢都覺得有啲靈感。佢大概用咗2-3日時間就寫好咗俾我，我冇改過佢任何一隻字，最後呈現出嚟嘅嘢就係佢當初俾我嘅第一個版本。